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68311个本土病例，有213个人死亡，咱国死亡率是全球第2紧，专家呼吁政府爱找出原因。基隆市举办2022年城市博览会，今仔开始连续10天。早起总统蔡英文、行政长苏贞昌出席开幕典礼。2个英国公民、1个摩洛哥公民加入乌克兰的军队，这3个人将互顿内茨克共和国判死刑。新闻开始来看，过来今仔增加68311个本土病例，有213个人死亡，553个中重症。今仔佮公布一个密西西发炎症候群的儿童个案，加在病房已经稳定。目前北部的病例数有减少的趋势，中南部各会高峰哦。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昨天新确诊的本土病例有68311位，好，那比之先前的一天好来的降低了一些。那境外移入的病例36位，那死亡的个案好跟昨天差不多，好有213位。今天新增553位的中重症个案，其中344位是中症，209位是重症哦。那在213位的确诊死亡个案当中，有197位有慢性病史，135人是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那在特殊重症的部分，我们今天有新增一位密西西的一个小朋友的个案这个南部的一个6岁的女童本身没有慢性病史不过经过治疗之后，事实上血压跟其他的生命征象、发烧等等都很快可以获得稳定。目前仍然在交病房当中持续的观察跟治疗那所以这个个案呢看起来是病况已经有好转，那目前仍在住院当中。那分在我们的6都来看，可以就是说在北部的3都相对的都在往下降。那在台中、台南、高雄那这个时候他们还在相对的高原期过来为着病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台公共卫生学院有教授就讲目前咱国的死亡率是全球第2紧，呼吁政府应该公开当增加死亡个案的资料，让专家会当做分析，做回来找出原因。国内感染死亡的人数一直欠悬，查到通报211个死亡个案，佫创下单日的新高。台公卫学院教授詹中权指出，台湾死亡数伫13天内加一倍，即马是排全球第2紧的。加一倍，这是一个警讯。若做唔找出根本的问题，死亡的数目会佫继续增加。确诊跟死亡的时间隔得蛮短的，这代表呢，他们可能太晚被诊断了，那或者他们诊断以后呢，没有办法很快的拿到药物，所以这个地方要去检讨。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6月7号单日新增加211个死亡，创下新高。意思是讲，死亡数快速成长的原因真多，也可能是医疗资源无够。确诊了后，用药的速度慢，也是确诊有带病的真多。今天医师开药之后，可不可以立刻拿到？其实这个地方在中南部可能执行上会有它的困难，因为毕竟是地广人稀。如果说老年族群不会操作手机，不会视讯看诊，这些药物的一些得症，其实并不能够普及所有病患的话，这些死亡率就会相对增加。国内死亡人数欠悬，国外原来有新威胁。有意思是警告，Omicron还佫伫咧突变，传播力也会佫增加。新一代 Omicron 5.0以10倍速度伫咧英国传开，不过开放国门是全球的趋势，也是应该赶紧摕到次世代疫苗，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一对细鸡翁仔某，2个人的后生确诊。初八暗时，一个5个月大的阿婴仔熊发烧、抽筋，因决定要家己驶车送囡仔去病院。因为拄到下班时间正塞车，所以爸爸就拜托警察来斗3工。后来警察车带头，5分钟就驶到台南的基美病院。目前这个查甫阿婴仔状况已经稳定。警车当天伫路边，向一位男子走向警察车边啊。原来是这名过世男子5个月大囡仔，因为发烧要送去病院，但是煞拄到车流量真济，唔知要安怎，拄好拄到警方，赶紧向前寻求协助。因适逢下班的时段，而且下雨，道路上车流较多，难以速行。远警看到婴孩的身体状况十分危急，马上通报并开启警示灯及蜂鸣器，一路上并且安全的
带着民众的车辆快速的抵达医院。代志发生伫8号暗时，警方第2句话拢无讲，就马上帮因开道，互原本需要20分钟的车程，缩短到5分钟，就到基美病院。过程当中的2个后生拢确诊，居家照护。当时细案件发烧，小甲唔知影人，烦恼有性命的危险，自行塞车送医受阻。一部号来查警察车，相当感谢警方来帮忙。刚好看到他们停在路边，好像在直行的走，因为他们有开那个警示灯，然后就虽然说有超过他们一点点的，但是我们用停路边，然后跑去跟他们讲这样。然后到的时候，他也就是叫我先赶快送小孩去挂急诊，那资料的部分就是到时候再打电话跟他们报就好了。所以其实蛮好的。经过治疗了后，细汉囝的状况回稳。台南市卫生局是建议，民众拄到孩童出现紧急的状况，会当先通报119，万一状况是真危急，爱家己送医。嘛建议先打电话给卫生局，卫生局会指引民众到有儿童门诊，或者有儿童康床的病院。一方面是节省时间，一方面嘛确保袂白走一逝。以上政府台报道。4月初，咱国内疫情大爆发，有真侪文书拢未付处理哦。有一个细头的民众到今阁还未收到隔离通知书哦，只有卫生局口头的通知。所以，这个细头的民众就以限制人身自由，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告诉。法官是判讲卫生局的口头居家隔离的命令无效，嘛无限制伊的人身自由的问题。那既然这个行政处分已经是被认为是无效，那电子围篱自然就不能够去拘束这个被拘束这个行政处分的相对人。我物理上的这人身自由没有受到剥夺，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在意这个电子围篱是否存在。连我自己是算是这个学习法律的人，我都有点担心害怕，说这个电子围篱是不是已经解除了？这个心理上的压制也是对人民的这个人身自由的剥夺。那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在我这个裁定里面，恐怕是比较没有考量到这一点。卫生局的代表嘛回应表示，讲迄当时用电话通知讲爱伫厝10天才会当出门。法官考虑到这查甫人的人身自由并无受到限制，所以驳回伊的申请哦。专案是会当搁上诉，也毋过这当事人是对判决真不满哦。望讲会当透过即届的诉讼，来讲互未来行政人员在执法的时，愈会当愈有路，毋通去损害着人权。再来看咱国内民众哦，望讲会当赶紧出国去佚佗，也毋过包括国泰、兆丰等保险公司宣布讲要停卖旅游并安险的海外突发疾病医疗的保障，所以未来出国若是胃着病是无法度申请理赔。旅游的业者是认为讲，这么有可能会影响到民众出国去佚佗的意愿。因为各国陆续开放国门，民众也开始期待海外旅游。不过，进前防疫保单造成业者理赔压力真大。国泰产险宣布停卖旅病险的海外突发疾病医疗保障。兆丰、旺旺幼联、新安东京这些产险业者嘛是同款，未来出国确诊也无法度申请理赔。第一，他可不想跟客户解释说突发疾病跟确诊这个差异性在哪里。有的保险公司是不处理这个问题，我直接停买，700块就可以承保到2000万。如果突发疾病，他可能200万或是100万。拿着医疗的收据向健保局申请核退，那差额的部分呢，可以再向我们拥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再申请第2部分的核退。保险经纪人表示，确诊是毋是算突发疾病，目前也无法度定义。保险公司先停卖，以免造成后壁一寡纠纷。不过也是有提供意外事故保障者。对这样代志，品保协会发言人李基刚是认为，这会冲击个人出国的意愿。那对于未来我们很多旅客在出发到海外各地去旅行的时候，它的旅行风险呢会提高非常的多。这个部分可能后续呢还需要一些协商。其实5月中，观光局发函予产险工会，未予民众出国旅游防疫险提供确诊者保障。不过产险工会是回复，因为无法度明确评估控管风险，现阶段无法度提供这种的商品。未来出国旅游感染的成本，可能家己爱先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雨落袂停哦，苗栗做桥平衡川苗12线一个山坡地，昨透早点外放山，
监视器冇翕到当时的画面。另外，中华的河米做好还未3档的封信道路，是出现100公尺长的壁船，民众是真烦恼，讲壁船会愈来愈严重，影响到安全。监视器翕到半暝啊，当地落大雨，不过边坡冻土墙愈来愈起，地面甲土石整个扯落来，砍了一大半的路面，加在当时无人车通过。苗栗造桥平行川的这处山坡，到乎凌晨1点发生走山，当地居民烦恼，崩塌范围会愈来愈宽。那山路啦，山路比较小。了解，那就不好走了，是不是？哎，就是路比较小而已。它现在泥土还会多少会崩下来。哦。钢板砖把它打好了哦，泥土就不会掉到马路。透过空拍，山头放起的部分长度大约30公尺，宽度超过5层楼，只有剩泥土层。下骹就是川面的另外道路苗12线，意思因为山区的土壤含水量伤大，佫是顺向坡造成的。工作嘛，紧伫10号中达来抢通，维持单线双向通车。不过船长烦恼，速度来进入风台期，要求政府紧嚟启动再修工程来改善。天气好的时候，县政府会来处理，县政府会整个先用开来。伫中华河米，嘛因为连日大雨，互这处丰顺道路的路边出现长长的空棚，长度大约150公尺，落差将近10公分。当地民众表示，这条道路中坡还未3年，已经出现闭起的现象，可能路基已经被掏空。时间做了若无用，嫌保护那是会出落去。我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进行专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评估哦，那确认我们整体的排水护岸是否有后续的一个问题。中华管府表示，初步判定是因为连日落雨，造成灌溉水道冲刷护岸所引起，除了紧急加固，卖甲水利单位来评估重做护岸。记者苗栗中华采访报道。因为已经管到毕业典礼要安怎办，拢尊重学校。高雄福城高中甲国中部之前咧办毕业典礼的时阵，因为有一班有同学较紧袂当来学校，这班的导师就伫返校日专工布置教室，为囡仔来补办毕业典礼。欢喜参加毕业典礼，和这届福城高中国中部3年3班的学生弥补着心内遗憾。因为学校顶礼拜实体典礼，这班拄好有同学确诊，全班的师生拢爱隔离。大心的导师趁返校日举办属于因班的毕业典礼，就是一直哭，然后就觉得真的很遗憾。可是今天老师给我们办了这个毕业典礼，我觉得就是弥补了心中的那个遗憾。基本上国二那年的学业几乎就是被耽搁的，然后考试什么都没有办法完成，就只能说线上课程。所以其实老师的教学还是都会被消耗一点，就是老师的那些教学能量。疫情已经维持2档多，毕业生讲有真侪课程拢是透过线顶学习，甲所想的校园生活有真大落差。家长嘛认为，虽然有线顶教学无停课，不过校内同学要互动，团体生活嘛是拢爱去实体课程。希望疫情赶紧收煞，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现在他看到的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那3年他们觉得毕业典礼是一个完美的、完整的一个结束。那没有的话，总是有一些缺憾。学习不中断是好事情啦，可是我们还是期待学生在学习的过程能参加校园的学习，增加跟同学之间的互动。中南部的疫情也未降温，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县、彰化县拢延长线顶教学。后礼拜恢复实体上课的有基隆、台北、桃竹苗、甲花东、屏东等等的县市。真侪恢复实体课程的县市，拢是疫情明显长和。不过屏东县嘛对咧实施，互真侪家长到县长潘平安的面册来留话。即期南部抑搁伫咧疫情的高原期，屏东着恢复实体上课实在伤赶紧，会互学生面对染病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疫情嘛，搁探烧，昨通报新增加164例本土病例，算北京敢若增加1例，也毋过民众同款拢爱提出72点钟内底 PCR 的证明。伫上海部分所在嘛，通知讲，即礼拜6礼拜全面拢爱做 PCR 的体检哦。另外，伫北韩有超过430万人发烧。也毋过，北韩嘛是要接受疫苗甲医疗的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北韩讲，情况会阁恶化。
水暗提来，互伊互另外一个脑采样。北京催稿虽然只敢增加一个确诊，抑阁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但是当地政府讲，原本的传播链已经测定，所以也是要严格执行公共场所磅体温、扫码、查72点钟过来核酸证明等措施。因为大家估计都那个维护这都按遵守这种制度，就是少一点这种病情的疫情的传播嘛，知道吧？因为我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工作不是中有事儿嘛，可能会耽误，因为做核酸有的时候时间长，有时候时间短，这也说不清楚嘛。民众对官方清零的政策看法无同。上海昨嘛伫咧传讲，全市会再度进行阶段性闭环加地毯式台闸。上海官方是否认，不过一寡地区已经收到通知，拜六会进行核酸检测全员台闸。中国卫健委官员讲，无发生疫情的所在为常态性台检。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呢，就是以核酸检测为中心，扩大预防的这样一个策略，才能够更早、更快地控制住疫情。中国一国伫咧坚持清零政策，边个国家北韩是证实有超过430万人有发烧的症状，大众运输工具伫咧做清消。 우리는 비상 방역 사업이 더 강화되는 것만큼 비상 방역 사업에서 모든 소원들이 차소독을 비롯한 강제 소독을 지인된 입장에서 정확히 하도록 요구하고 있습니다. 不过北韩到即马依然负责接受国际提供疫苗甲医疗援助，互原本就无好的医疗体系遇到正大的考验。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讲，情形会更加恶化。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译。美国联邦众议院初八通过提悬每成年龄等规定的枪支管制法案哦，也毋过随着发生有人去美国马里兰州一间工厂开枪哦，这嘛是今年第254件大规模的枪杀案，造成3个人死亡，有真侪人受伤，这嫌犯已经被抓起来了。 代志发生伫咧美国东部时间初九下昼2点半，有一位23岁查甫人伫咧马里兰州西部一间控股类设备的工厂，向4位同事开枪，造成其中3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警方赶到现场时阵，一人已经走去。Gunshots were exchanged between the suspect and the trooper. Both were injured and transported for medical treatment. 目前嫌犯甲警角头调枪的警察拢伫咧接受治疗。 调查另外，目前还阁伫咧调查这场枪击案件的动机。根据美国枪击暴力档案馆的资料，这已经是今年发生的第254件重大枪击事件。若果按呢继续落去，有可能立平或者是超过去年的记录。就伫咧这件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民主党伫咧美国众议院则以多数的优势通过加强枪击管制。 保护咱的囡仔法案，内容包括提悬每枪的年纪、限制枪装枪支的数量，也限制改装枪的浪费系统，加强背景检查甲幽灵枪的管制。不过，因为法案无受共和党人的支持，原版的法案伫咧参议院通过机会真小。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同款伫初八，美国加州有一个26岁查甫人，半暝啊炸枪炸刀啊，走去最近准备要推翻保障拍台权的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位伫华盛顿的徛街附近哦。伊讲伊拍算要甲法官暗杀，再个自杀，也毋过伊随着受到安全人员的监视，后来嘛互警方抓起来。 向天马红暗杀的大法官卡瓦诺是2018年美国前总统川普所任命的保守派法官。自从顶个月初传出这个法院有可能推翻保障对台权的罗素韦德案了后，这个法院外口就一直有支持对台权的民众示威，甚至有人前往卡瓦诺甲其他2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徛街门口抗议。初八透早1点左右，来自加州的26岁男子罗斯克，炸刀枪枪支速大甲号召喷雾，坐警车来到卡瓦诺位于花府附近的徛街外口。迄当时2位安全人员捌看到伊落车，毋过伊直到嫌犯卡电话予911，讲要自杀，佮杀害卡瓦诺，才伫50分钟了后就被警方逮捕。This kind of behavior is obviously behavior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Threats of violence and actual violence against the justices, of course, strike at the heart of our democracy. 罗斯克讲，伊的行凶动机是因为不满罗斯韦德案可能予最高法院推翻，伊也对德州小学枪击案感觉气愤，认为卡瓦诺会投票放宽枪管法案。卡瓦诺2018年伫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捌就罗斯韦德案安尼表态。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o keep in mind about Roe v. Wade is that it has been reaffirmed many times over the past
45 years, as you know. 这件想要暗杀大法官的事件引起美国政坛高度关切。共和党众议领袖麦卡锡就批评民主党人伫背后会放电火，才会造成大法官遭受生命威胁，要求众议赶紧通过保护大法官甲因家人的相关法案。另外，被控杀人未遂罪的罗斯克一旦定罪，相关可能面临20年的监禁。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联合国安理会选出5个非常任理事国，包括日本、厄瓜多、马耳他、瑞士、佮莫桑比克。其中，瑞士佮莫桑比克是头一届进入安理会。联合国安理会是15个成员国组成的，其中有50是常任理事国，有5国权哦，分别是美国、罗西亚、中国、英国佮法国。另外，非常任理事国一任是2党哦，每党会来选举换5个国家。2023年到2024年，日本、厄瓜多、马耳他、瑞士佮莫桑比克是得到193个成员国2/3的支持。咱再来看，有2个英国的公民，佮一个摩洛哥的公民哦，因为因加入乌克兰的军队，和罗西亚压制临职，这3个人将和罗西亚新任的顿内茨克共和国判死刑。英国政府是表示谴责，3个人的律师拢表示讲会去上诉。俄罗斯成立的顿内茨克共和国法院伫初九宣判，为乌克兰离任的2位英国公民甲1位摩洛哥公民，因为参加佣兵活动，企图夺取政权、推翻顿内茨克共和国的宪政秩序的行动，判因死刑。因的律师讲会上诉。По всем пунктам обвинени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все-так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лишний раз, что об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оены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их признании. 根据俄新社所发布的影片。伫判决结果出来进前无到24点钟，2位英国公民甲1位摩洛哥公民伫审判时阵承认因加入乌克兰的外籍佣兵，3个人对指控因的相关罪行也拢总认罪。Not guilty and change it to guilty. Вы готовы дать показания по делу? I ready to give you evidence. Yes. Вы виновны себя не признавали.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вы поменяли позицию? Да, так точно. Признаете полностью? Да, полностью. 英国对这件案件正关心，真侪政治人物也谴责这项判决。This is the most egregious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讲，2位被抓起的英国公民是奸夫，这场审判是骗局，无合法性。首相强生的发言人讲，奸夫无应该被利用来达成政治目的。根据立法法公约，奸夫有豁免权，无应该以参加敌对战争为理由被起诉。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全世界拢面对通货膨胀的问题哦，物件毋是起价就是求水。本地一包饼内底有10块，因为无起价，就变做只剩8块哦。有专家就讲，这叫做求水式通货膨胀。The old one had 425 sheets on a roll, and you may still find this in some stores. The new one, 320. You lost over 100 sheets on every roll. 任何物件拢起的年代，用原价消费着商品先卖欢喜，因为内容物可能变少啊。美国市场铁腿仔牌清洁剂为2.2公升减少为1.99公升，这65张的塑胶面纸，即马变成60张。凯特利运动饮料管啊变散，用为900cc 变做795cc。英国的雀巢即向加比为100克变成90克。经济学家用这款的现象叫做救水式通膨，即马是全球制造商面对原料物料运费、包装费起悬的变通之道。That's kind of a sneaky way of passing on a price increase because they hope most consumers are not going to catch it. But it's not just limited to supermarket products. There may be household products, and even restaurants seem to be changing their portion sizes. 根据标准普尔数据，5月份全球消费者物价有计将会起7%。这种通膨海中也看袂到进步，也毋过有一寡制造商却因为产品救水计效无变造成的假象，效率颠倒增加，而且当算未来物价回稳，救水过的产品也真歹恢复原本的用量。专家表示，消费者买物件时阵爱注意这类陷阱。If you find your product has downsized, see if a competitor maybe hasn't changed yet. Try a store brand. Store brands usually are the last ones to downsize. Use unit pricing. That's the price on the shelf that tells you the price per ounce of a product. That way you can easily compare one brand to another, one size to another.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过来的消息，咱来看基隆市举办2022年城市博览会，今仔开始，总统蔡英文、行政长苏贞昌出席开幕典礼。总统表示讲，虽然中南部疫情目前各地高峰，也毋过北部已经看到会当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咯。院长苏贞昌嘛讲哦，民众赶紧做好3档的疫苗，防疫做好，就会当出门去行行看看。基隆市长林右昌正详细向总统蔡英文加行政院长苏贞昌介绍展览。总共19届城市博览会7月开始，考虑到疫情严重，民众党希望会当比较跨年活动，地方做好防疫。也毋过蔡英文、苏贞昌、林右昌拢认为，基隆的疫情有较缓和，希望城市博览会将做以后新生活的起点。在过去的20几天，从5月17、18号的最高峰，已经逐渐的下降趋缓，并且持续收敛当中。虽然现在在高原，但已经往下走。这个时候，国人同胞把疫苗打好打满，把防疫措施做好，是该出来走走的时候。伫咧被问到基隆确诊率伫咧全国的排名一直拢正悬，城博会举办也受质疑。基隆市长林右昌是认为，伫即马行向甲病毒共存的情形之下，干那看确诊率无伤过大意义。基隆已经走过5月18号的一个高峰，那我们已经迈向新的生活，所以现在去看确诊率，并没有办法去呈现当下的疫情的一个情形。因为指挥中心按算讲，疫情伫后礼拜应该当降落，当时当绑定入境旅客检疫措施。苏贞昌是讲，伫咧疫情甲医疗量能控制了好了，最近将会召开防疫会议，由指挥中心对外宣布进一步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应付中共军机的威胁，国军4档前伫离岛部署英式飞弹，也毋过这款飞弹美国的原厂已经要停产了。国防部即马嘛拍算讲，明年开始要甲这款的飞弹全部拢换掉，传出讲会以天宫3型的飞弹来代替。部署伫咧绿岛保护海峡，英式飞弹已经就射击准备，接到命令就当发射。发射区5个人一组，正在作战模式。女性官兵驶飞弹车，将飞弹装起伫发射架啊。动作正式，2位组装手顺利安装飞弹，因为英式飞弹是半主动导引，辅助的雷达正重要。弹发波所雷达会当讲是英式飞弹的目睭，侦测距离80公里。若搜寻到敌机，会保护连指挥所，结果下指令予高空雷达锁定目标。射程40公里的英式飞弹就当攻击敌军。我们英式飞弹它最大的优越性能是拦截低空的目标。那在这个优势上的话，只要是低空目标在中高空的天宫爱国者没办法拦截的情况下，那在空作部联合作战管制中心会来赋予我们英式系统来实施拦截。国军接装英式飞弹要到60吨啊，机动性正悬。今年的操演总共发射313粒，命中率有90%。伫两岸情势紧张，攻击正列东部海峡的频率增加。空军4年前伫绿岛增设英式飞弹突击排，协助强军，甲部署伫华东的爱国者飞弹，构成东部防空飞棒。我对英式飞弹来讲的话，其实我会给它8个字，就是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从现在的爱国者系统跟天宫系统，其实他们的机动作战都是由我们英式系统演变而来的。那他们在作战的时候，其实都有英式的精神的影子下。绿岛的环境较湿，英式飞弹进驻了，考验官兵的后勤维保能力。另外，英式飞弹即马只敢剩淡水、高雄有少量部署。美国原厂又搁停产，无零件。国防部暗算，可守护台海半世纪的英式飞弹，马年独hiệu。这边的故障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湿气相对重，所以故障的发生会比较频繁。所以我们身为保修人员的话，就是对于装备的维修是要非常去了解，妥善率是100%正常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苹果新闻网已经卖掉了，新的头家是一个直播平台的头家，佮有一个香港的生理人哦。外界指讲可能有中国的资金，有立委嘛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阻止这笔交易。也毋过苹果日报工会是指出讲，因无了解新的头家的身份，也毋过一定会为员工来争取权益。请小英总统阻止交易。立委希望总统蔡英文甲国安会成立专案小组，阻止这项交易。台湾苹果新闻网要换头家，
传讲每个人是17内创办人潘杰贤，加香港的生理人吴浩。即马大家伫咧关心讲是毋是有中资介入？李伟讲，这件收购案关系到台湾媒体和中共渗透的危机，审查规定应该有关到国安残局。那为了赚钱的目的，恐怕微乎其微。好，商人若不是为了赚钱，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哈，尤其是一位香港商人对台湾并无情感的连结。如果说他是为了服务台湾社会，恐怕略显牵强，难以服众哈。买家的部分就是我们工会目前没有接获资方任何的消息，就是除了会先跟资方就是说希望能够留住所有的员工。工会也讲，并无清楚新头家的身份，面对所来可能有大量的解雇。会监督资方是毋是有做到相关的停书啊义务。时代力量是讲，苹果日报有真侪标料的内容加名人的资料库，若是互中共提起政要抑个检举人的资料，这寡重要资讯全部拢看现现，恐惊真侪中国国安法定罪事情。有没有中资或者其他我们怀疑的外资，请政府依法去把它理清。各界的种种疑虑。相关方面应该有所说明，依其权责做这个严格的审查。台湾苹果新闻网和外资买去，是毋是变做假外资真中资？刘伟辉讲，苹果新闻网是港资伫台湾的分公司，经营权若要变更，就要符合咱国的法规。相关单位伫咧收到资料了，会依法处理，严格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基督教病院一个社区的皮肤科医师开记者会，指控讲伊伫病院做25天咯，无想到讲伫要退休进前，煞常常互病院死头路。伊是真怨叹讲，医师的劳权无受到任何的保障哦。卫生福利部嘛已经要求病院爱说明。一个讲，即阵啊，伫病院所受到的委屈，也是挡袂牢后甜。伊是中华基督教病院皮肤科区主管医师，86年入去中基了后，工作表现真受当事病人甲皮肤科医学会肯定。无想到院方为去年开始单方面调整伊的职务，今年5月底任职满25年前，通知无要续聘，而且无讲理由。早起伊伫民间团体甲立委陪同下召开记者会，感叹主治医师的处境哪亲像劳权孤儿。住院医师已经纳入劳基法的保障了但是呢，全国广大的主治医师呢，并没有在这个劳基法的保障之内啊。医院可以单方面的就是可以把你解约不契约、期满不续约。那我个人是深感这个受到伤害。虽上较早类似的案例伫病院原来真侪，台北市医师这个工会就表示，依照劳基法的条文，无论伫工时、工资、职务的调动、资遣、解雇、离职预告、职灾补偿，也甲退休制度等每一个细节，拢有明确的保障。即摆法规是敢若甲大院医师纳入劳基法保障，按过主治医师、公职医师，也甲诊所医师，拢无包含在内。呼吁主管机关爱提出具体的改进方法。不管是离职违约定期契约的问题，还有这些职灾，那或者是这些调动这些规则，把它写进到这个医疗法的劳动专章里面，确保今天不要再出现像是邱竹满医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先发了那个文给张基，请他们在2个礼拜内就是把那个资料拿来，然后才做后续的处理。针对这个案，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函要求中基病院提出报告说明，了解向无续聘的原因。若是医疗法劳动权益专章的部分，听候疫情较转好了后，会甲劳动部等相关的部会讨论，重新检视相关法案，保障主治医师的工作权。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淡水的圣约翰科技大学，因为学生愈收愈少，财务真困难，学校宣布讲，对111学年度开始，部分的科系都会停止招生哦。教育部是要求学校伫7月底之前爱种6000万，也无学校地方来做专案辅导学校。伫新北市淡水的圣约翰科大是创校50多年的老字号学校，不过即马传出因为这几年招生无理想，财务出现恶化，已经开112学年的停招说明会，3大学院拢有科系要停招。还是持续招生的就是电机系、公管系，还有民社院的多媒系、修官系以及乐龄福祉。那未来我们就朝向
组织比较缩编精简、比较小而美的方向来发展。根据学校资料显示，110学年学校了1亿外，到今年4月份应用的资金也只有5600多万。教育部回应，也无接到学校停招或者是停办的正式通知，不过已经要求学校在今年7月底进前，要招总6000万，若无会列为专案辅导学校。大部分被列入专案辅导学校，都是因为财务的问题，可能招生不佳，可能是因为董事会不再捐资，这些大学哈，那当然，考生当然要特别注意了哈。因为疫情加少子化这因素影响，有不少大专院校宣布要停办或者是停招。根据教育部资料，去除已经宣布要停办的潮港科大这学校，109学年，也有高苑科大、明道大学、中州科大，也有环球科大。这项财务指标当中，超过5项是红灯。不过除了财务以外，守护台湾教育平台也公布4号注册率，生师比等比较有真济大学至少2项出现红灯。能不能真的办好大学，这还是要看钱是花在哪里。生师比是另外一个现在目前在衡量教育品质里面最简单的一个指标。学者表示，财务并不是唯一的指标，也该考虑注册率这项目。教育部也说明，这个指标是要提醒学校应较早调整，若是别的是有境或者是专辅学校，会针对学生的受教权、财务等层面进行辅导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今年2月中段21档婚林中湖往草岭的管道149架线总算修理好势了，搁再通车。最近婚林县政府嘛进行附近道路的改善，沿路店家嘛来进行改造哦，望讲会当来带动地方的观光。因为9月地动长载的婚林管道149架线，今年2月底通车，然后走管道149线经过华山的游客增加1倍。为着要甲游客留条例，婚林县府邀请在地发展协会甲店家改善周边的交通甲门面，希望会当请佫较侪游客来行搭。149甲通车以后，华山的游客增加了1倍以上。那么如何把这些游客留在华山？那我们整个华山村各个协会已经重新在盘整。当然，商家也配合管路迄个老二团队来参详看边啊，这间店面了用无水，这才是较有帮助的啦。当地店家表示，这10几年来，因为其他所在旅游竞争，和华山的游客减少。这几年，阁因为疫情的升长，阁较凄惨。不过，即马游客甲车阵拢增加，希望会当改善老设施，设立游客中心来提升观光热能。跟中央一起合作的这个就是游客的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跟项目来做一个比照。所以呢，如果今天针对这个部分有产生共识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就是预算上面，明年也要编列相关的预算来进行运作。分管府表示，目前会先改善分210线道路，让大型车会通上山。也若是在地店家门面的改造。只要业者愿意规划设计，翻修的费用县府会补助一半。后续嘛会争取华山游客中心就地转型服务，更较侪游客，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捌伫病院做职能治疗师的陈彦伦哦，因为伊真感慨讲，有一寡查某人为了要照顾亲人破病，拢失去家己的生活，伊真唔甘哦，所以创立一个专门来分享女性生命故事的网络平台，慢慢会当帮助所有的查某人哦，会当活出家己的人生。拜六下晡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梦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因是安怎来为女性发声。想要让妈妈加一点笑容，变较水的，在新北市三峡无患母亲的颁奖典礼 ，She Aspire 以5万这个社群平台，透过网络募集化妆品，嘛招愿意参加公益活动的化妆师来参与，要让台顶这的妈妈会当欢欢喜喜。这个彩妆公益活动，8年来即马已经举办第33场啊。我一直有一个希望有主管会使劳动啦，会使对这个所在。去较少的所在透过他渴望这个平台来为因创造这个机会甲资源，互遐辛苦的人有一个机会在过无共款的日子啦。
这些达人剧都是我去创意市集找回来的。它可以引发一些年轻人来这边逛，就觉得说，小熊妈妈一样也有这样的文创的东西。会创立1-5万这个社群平台，是因为10年前陈彦伦伫病院做智能治疗师的时阵，看到真侪陪病的人拢是女性，因为关心照顾破病的亲人，无压抑着家己的心，尾啊甚至失去自我。伊毋甘这个女性承担遮尔大的压力，伊开始用网络社群平台分享因的故事，甲因斗解决生活当中拄到的困难，嘛参考外国一帮一个公益理念，办各种的课程，再佮甲收入投入更较侪公益活动。用正面的宣传，让女性有力量做出改变。7、8、4，言论的这个理念对我来说，就是在促进女生更相信自己，然后较有自信，所以我就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成就家己造福别人，是1-5万这个平台上界大的愿望。因为团队相信讲，只要资源会当流动，会当分享，女性就会当有更较侪机会去选择家己想要行的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网咖有一间本地是日本时代的糖厂，嘛是市定古迹。这几档有剧场进驻，把这个古迹重新翻过，即嘛是变做是一个表演的场所。咱做回来看卖。去年小剧场受到好评的舞台剧之间伫万州小剧场开幕时特别演出。这栋建筑物捌是台湾上北部的糖厂，经历文书工作者要求保留变市定古迹。到达透过台北市老厝文化运动，头一届有民间剧场甲官方合作，建造剧场空间。一个民间的剧团，其实它的资金可能就是一个问题。那它的创意再加上它怎么维护古迹？其实也对他们来讲是困难的。民众能够了解、多接近，这应该是台北市第一个利用古迹来做演出售票的剧场。小剧场表示，因伫3档将进驻，到达欠钱修复建筑，虽然拄到真侪困难，嘛受到疫情的干扰，不过也是坚持以剧团甲场馆共生的模式，加做城市新的票。你看台湾都是先有神才有庙。可是台湾的场馆状况就是只有庙没有神。我今天来这里的时候，我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我会得到什么。那或许这样子在培养所谓的艺文观众的比例上面是更好养成的。剧团表示，台湾的剧场空间真侪拢是公部门经营，若是对中倒一个团队就有公平性的问题。即马剧团家己来经营自有场馆，希望为台湾的表演艺术产业创造另外一种可能。记者陈文正派文台北采访报道。嘉义布袋正义国小第20档前就因为人口外流废校了，也毋过2010年社区开始来整理校园，最近嘛已经重新开放予社区来使用。去修等啦，古类处理修等啦。当朝护理人员带社区的时代做伙来运动，边仔走卡当咧煮时代的中昼顿，外口也有时代的菜园。社区阁征收3间教室，然后青农伫遮上课。未来阁要推广在地农产品。好，遮的老人，大家有当活动，啊，阁有当摘菜来到建立环境，哦。啊，阮做主公也欢喜，煮了真欢喜，我大家真欢喜。这间正义国小的建筑物已经有60多年，伫1991年废校了后，就一直爬远到今。社区配合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豆豆啊修整。虽然阁有一寡需要修理的所在，不过学校空间再利用，已经替社区的活化起头。水保局帮忙我们把它重整起来以后，加上我们这些又复校了，我们这些老人家帮忙我们复校了。你看，大家看到的呈现的是不一样的景色，不一样的环境。社区发展协会讲，因的社区有4个主路，学校拄好伫中，下乡的空间活化，毋能解决进前活动中心无够快的问题。未来阁要规划实农教育、环境教育甲地方文化，希望让这个空间会当阁一摆成做社区的教育中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沙地阿拉伯主办的高尔夫球巡回赛利夫国际邀请赛，因为奖金非常的悬哦，冠军有1亿2千万的台票，所以有真侪歌手拢想要参加。嘛去听到一寡美国职业高球巡回赛 PGA 的选手嘛想要去报名比赛，也毋过 PGA 初9就宣布讲，去参加利夫国际邀請賽的球員，就暫時無參加 PGA 的資格咯。
到伫沙地公共投资基金 PIF 成立新的高球巡回赛利夫国际邀请赛，车到伫伦敦市郊百夫站国际俱乐部开打了后，美国职业高球巡回赛 PGA 宣布所有跳起拍利夫巡回赛的球员已经被停权，表示这是违反美巡赛规定，适用未来想要互人误去的球员，强调这球员向前看，因无法度得到美巡赛所有应互因的会员福利，球员无尊重家己球迷甲合作友看。美巡赛列出竞赛名单17人，包含过去大满贯得主美国名将达斯汀·强森甲菲尔·米克森，也有西班牙名将塞吉欧·贾西亚。听讲强森干那出场费就有44亿新台票，米克森有36亿，利夫开出新台票291亿起老虎胡子。不过伊表示未参加比赛。利夫每一站拍3回合，总共54洞，头前7站5站总奖金金额有2500万美金，个人赛冠军得到400万美金，将近1.2亿新台票。团体赛前3名有500万美金的分配规模。Yesterday, I was kind of saying that I didn't feel contractual agreements should be public. Whether I like it or no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it. But I am going to play all of the live events. So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I'll be participating in all the events. I don't look that far in advance. I know that I'm going to play the 8 this year. I'm going to play the 10 next year. I resigned a week and a half ago, so whatever the PGA Tour says doesn't go with me because I'm not a member. 新的高球巡回赛利夫是一个全新的巡赛组织，由沙特阿拉伯政府甲财团资助，由沙国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做主席。去年美国政府机构确认，沙国记者哈绍吉是沙特王储批准行动，不过伊本人否认。利夫表示，美巡赛新宣布是报复性的，加深巡回赛甲球员之间的分裂，让人感觉真不安。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泰国第3档前予医疗用的大麻合法化，今仔进一步将大麻对毒品管制名单移除。当地业者是认为讲对观光旅游会有淡薄帮助，也毋过毛民众批评讲，上过开放嘛毋是啥物好代志。玻璃罐内底底5回10烧的软糖仔，这毋是普通的糖仔。泰国大麻合法化，车到正式实施。伫曼谷这间大麻软糖仔的老店，甲店面重新翻过，准备要来迎接新的商机。Thai cannabis has a story. We have our old branding. We can kind of bring that back up. And it's just down to how do we control it in a way that children does not have access to it. 泰国虽然正式将大麻为毒品管制名单内底移除，不过限制其中 THC 4克大麻酚，这种会予人有精神、卖条例的成分量就要伫0.2%以下。若是伫这个标准以上的，要算是毒品，就要列管。嘛禁止公开食毒，违反的人会判3个月徒刑，或者是2万5的泰铢。这个新的规定对部分的观光客来讲是有真大的吸引力。迄人业者嘛希望会当提升疫情了后的观光。I'm sure it's really good and really enjoyable for whoever wants to do it, but it's definitely not something that would change my mind about whether to come or not. 不过，外国观光客并不是每一个人拢介意大麻，有部分的泰国人嘛认为讲，民众对大麻合法化还未准备好势。เราจะใช้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มันยังไงคิดว่าน่าจะต้องให้ความรู้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ใช้หรือว่าข้อจำกัดในการใช้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เพื่อมันจะได้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ใช้เกิน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เคยรู้ม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มีโทษมากกว่าจ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นะคะว่ามั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ที่ดี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ญชา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ด้แต่ว่าก็ควรเอาไปใช้ในทางที่ถูกต้องในการรักษามากกว่าการที่เอาไปเสพ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มั่วสุม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大麻会当减少疼的感觉，也有互人有精神的效果。英国伫泰国都甲用来做医疗用途，也有做实在传统。即马泰国正做亚洲头一个甲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是好是歹还会观察。不过台湾目前也是甲大麻列做是二级毒品，持有或者是种植拢是违法的行为。提醒民众千万唔通甲泰国的大麻产品载登来台湾。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
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